新城要理問答。問題13：有人能完全地遵行上帝的律法嗎？答：自墮落以來，就沒有人能完全地遵行上帝的律法，反而在思想、言語和行上持續地干犯它。問題14：我們原本就沒有能力遵行上帝的律法嗎？答：不是的，而是因我們的始祖亞當和夏娃的悖逆，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墮落了，我們都生在罪中，本性敗壞，所以才沒有能力遵行上帝的律法。問題15：既然沒有人能夠遵行，那麼律法的目的何在？答：律法使我們認識上帝聖潔的本性和良善的旨意，看到我們內心的罪性和悖逆，意識到我們需要一位救主。律法還教導和勸勉我們活出與我們的救主相稱的生命。問題16：什麼是罪？答：罪就是活在上帝所造的世界中，卻抗拒他、忽視他，是背逆上帝，不敬畏他，不遵行他的律法。罪導致我們的死亡和一切受造之物的消亡。